現在係標準時間下午6:29。報時信號係由幸福醫藥贊助播出。亞視免費廣播踏入最後幾個鐘，12點牌照屆滿。有啲事咧就係黑同埋白，對同埋錯嘅，係唔可以含糊嘅。林鄭月娥話：任何提倡港獨嘅言論都係錯㗎。核安全峰會喺美國華盛頓揭幕。各位，由麗的影星麗的去到亞洲電視，59年嘅廣播踏入最後幾個鐘。主要投資者中國文化傳媒強調，亞視會繼續以其他嘅方式去播映節目。不過員工嘅前途、欠薪同埋較早之前承諾會發放嘅獎金就冇確切嘅答覆。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，我係潘詠儀。百幾個員工喺亞視免費牌照屆滿之前，維持亞視嘅免費廣播。最唔捨得就冇咗個牌照啦，呢個係最值得回憶㗎啦。點解啊？咁冇咗個牌照啦，都已經係冇咗廣播啦，係咪？係連份工都冇埋啦。咁會唔會留到11點59分嘅最後一刻？啊，會嘅，會嘅。亞視臨時清盤人德勤人員晏晝入去公司。投資者中國文化傳媒強調，亞視雖然唔能夠免費廣播，但係會租用衛星喺香港以外地方廣播，同埋透過網絡等平台營運。又話已經獲創業板公司協成協豐注資3億，會重組債務。雖然我哋係對此表示萬分嘅遺憾，但係我哋亦尊重政府當時做呢個決定，3億嘅注入亞洲電視債務嘅資金已經係到位。咁未來我哋係仲增加另外嘅7億，咁將所有亞洲電視嘅債務呢做一個打包嘅處理。集團之前同亞視員工合約列明會發放1個月花紅，但係可能有變。呢個獎金我都要 clarify 下。因為當時咧，我哋係收到一個指示，就係話係唔可以追討1月份、2月份嘅欠薪。但係而後尾咧，我哋收到睇到聲明話呢個指示係唔存在。我哋咧都好樂意咧，就係用而家嘅資金咧嚟將亞洲1月份嘅薪水立刻發俾啲員工先。咁呢個獎金嘅話咧，我哋會以第二啲形式嚟發放。中國文化傳媒喺記者會上面多次話免費電視只係亞視其中一個業務，將來會繼續營運，又話會重新聘請員工配合將來發展。無線電視記者藍海瑩報導。而亞視模擬頻譜2條嘅頻道會由港台接手㗎。同響慈雲山發射站嘅李卓謙傾下啦。咁今晚有啲咩程序呢？消息就話啦，亞視今晚11點59分07秒嘅時候，將會播出一個再會嘅畫面。然之後踏正12點，即係免費電視廣播牌照到期嘅時候，亞視嘅工作人員將會將廣播嘅一啲器材熄咗，到時大家就唔會再收到亞視嘅模擬制式嘅電視台㗎啦。咁之後啦，係港台會隨即啟動佢哋嘅儀器，預計喺幾秒去到幾分鐘之內，大家就可以收到港台嘅模擬制式廣播。地政總署連同電訊盈科、港台同埋亞視嘅工程人員，朝早去到亞視喺慈雲山嘅發射站。地政總署人員貼出告示話，由即日開始接管翻笪地。喺今晚，亞視將會喺通訊局人員在場見證下，11點59分喺呢度正式終止廣播。到時市民將會再睇唔到亞視嘅廣播信號，可能會短暫時間冇畫面或者出現雪花。港台隨即開始模擬廣播。
港台話現時仍然有40萬人接收模擬制式，即係舊有嘅制式嚟睇電視。觀眾唔需要重新搜台，就會接收到港台電視31A 同埋33A 兩條模擬頻道。兩條頻道會分別同步播出數碼31同埋33台嘅內容。31台由朝早6點半播到凌晨1點半，而33台會24小時轉播中央電視台第9台英語紀錄頻道。至於亞視嘅數碼頻道，其中一條交由香港電視娛樂提供中文頻道 ViuTV， 市民星期六凌晨開始可以接收到廣播信號，但係頻道要到4月6號，即係下個星期3先至正式開台。再提提各位觀眾，今晚係唔需要重新搜台就可以收到港台嘅模擬制式廣播。我哋喺現場嘅報道到呢度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好啊！而喺亞視嘅大埔總台，全日都有唔少市民嚟影相留念，唔少人都話覺得可惜。亞視最後一日廣播，唔少市民專程嚟到見證。咁耐歷史嘅電視台啊，咁做咗咁幾廿年咁耐都，而家啲電視台都好難做啊，都咁多網絡嘅嘢。亦都有嚟自深圳同廣州嘅旅客。從小到大都睇佢節目嘅，咁而家佢要冇咗，我哋都好心痛。細個嘅時候喺麗的表演音樂嘅瑞典人，亦都嚟到講一聲再見。唔單止係我自己嘅歷史啦，都算係香港嘅歷史。好心噏，見到佢今日咧就卒之就要 close 㗎啦。有電視都差唔多可以睇，會唔會覺得好可惜啊、失望啊咁樣呢？會㗎，因為陪住我哋成長咁多年。呢班長者茶客亦都係亞視忠實觀眾。第一間香港第一間嘅電視台，做到今日，因為社會環境或者人事嘅變遷咧，嚟到收台咧就係好令人咧好感慨啊！呢間茶餐廳幾十年嚟開着電視嘅時候，又睇無線又睇亞視。老闆就話某一啲嘅食客咧，甚至係會自己轉台，追睇亞視某啲嘅節目。根據節目表，本港台全日播放嘅除咗6點鐘新聞同埋夜間新聞係直播之外，其餘都係重播節目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。